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后生就来报人知。地动放落来，花莲沙卡党报道已经有挖到姓尤的一口罩这5个人遗体，不过敢是应该做 DNA 比对。未来总统赖清德公布头一批的内阁名单，由杜英泰做行政院长，第二军做副院长，也风声讲顾立雄会接国防部长。高雄市政府要伫咧路德办全国头一间的台语实验小学，目前还阁伫咧筹备阶段，上紧明年挂牌。地动发生到今已经是第8天了，伫咧花莲的沙卡党步道呢，也是找找重点。今早起呢，这动机区伫咧步道继续找，有挖到2个死者，才有可能是姓尤的爸爸和查某囝。也若伫咧这2个死者下骹，搁再挖到2个，因是烧烂的姿势。这第3位才有可能是妈妈，而且伫伊的身躯顶的牌仔呢，有找到伊含3个囡仔健保卡。伫暗头的时阵，搁再挖到1位死者，应该就是上细汉的查某囝。这5位死者呢，才有可能就是因兜规家伙啊。乌骨那港东基海将成功开入来啊！伫斯卡东步道0.5公里的所在开始作业，搜救队啊斗3工，陆续将2名罹难者遗体吊起来。现场2具遗体送到殡仪馆，加上有家的爸爸甲大汉查某囝，会验 DNA 来鉴定。搜救队更加伫遗体下面土石堆大约3到5公尺深的所在，佫找到2具的遗体，敢是有家的母囝，2个男斗阵，虽然身份等待查明，不过第3具遗体下牌仔内底发现有家老母甲2个查某囝后生的健保卡。刷来我暗头5点半，敢是有家最后1个人，虽然查某囝也用找到了。发现了目前有第4位的民众，那时候发现的是2具是叠在一起。搜救今日第8天，斯卡东依然是重点。正出现新的线索，当地网友通报有游客捌伫1.8公里大水港遐甲新加坡红仔埔开港，都讲再回就地动了。一个跟一个。在爬的，有队长。爬的时候稍微讲一下，落水稍微讲一下。另外一边，中和矿区有1个工人失去联络，现场帮内面一小段土石松担无渡过，互搜救过程是真困难。无人机空翕了后，无找到替代路线入去，考虑这个安全，暂时来撤离。大地震！对，我赶快先躲到这个。今日地动放送迄时，有开车人灭伫面棚空，也过避难进前几分钟，北甲这个重型机车小闪过，骑车人安危也受到关心，加在平安无代志。伊是天祥派出所警察，迄天甲重型机车停落，行路登去所内救灾，到即阵依然是继续留守伫地群救灾。该名同仁于下班途中突遇地震，所幸并无受伤，由于道路中断。辨识当时状况，慢慢徒步返回派出所。派出所全体总动员协助地动救援，经消各单位投入救灾，大家拢伫现场付出上大心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沙卡党步道失踪的有家5位成员，经过几日天的搜救，今下晡有重大进展。搜救队表示，除了进前先找到爸爸和大汉查某囝以外，今仔日其他3位罹难者也拢找到啊。台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人就咧前进指挥所，透过镜头带大家来听搜救队上解析的说明。新主播记者目前人到手提的花莲消防局新秀分队的前进指挥站，现场咱会当看到咱的搜救队员今仔日已经完成任务，转来到消防局了。花莲大地震了后，德鲁库沙加东步道正到重灾区，目前失联的6个人当中，就包括有家一口罩5个人。伫咧下晡3点多的时，沙加东的搜救有重大的进展。搜救队伫咧步道0.5公里的所在，找到有家其他3位罹难者的遗体。搜救队表示，现场的有找到有家3个人的证件，所以推定讲分别是妈妈和8岁的后生甲5岁的查某囝，一口罩5个人拢已经送到花莲殡仪馆来确定身份。镜头咱来听搜救队讲上新的进度。第3具的跟第4具也就是 V4、V5的大体也一起出现然后我们也迅速把它整理，然后把它打包，把它带回来。然后后来在经过挖掘机的挖掘，然后我们的 Wilson 那搜救犬，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个最后一位是确定是小朋友我们就把它发现了。然后刚刚
才完成这个把它带回来这个任务。经过搜救队无眠无质的搜救，总算好这油价一口罩顺利脱困。目前沙卡洞步道还阁存2位新加坡的游客也被找到，甲中和矿场的1位矿工。但是搜救队表示，因为新加坡游客伫咧1.8公里大水港壳后壁的旁边位置是夹港的地形，大型机具是真歹入去，所以后续咧因会阁继续想办法抢救。以上就是记者陆上珠、曾俊佑伫咧花莲消防局新秀分队的上新的连线报道，带来甲镜头交互主播。即届大地震也造成花莲天王星大楼起甲真严重，早起继续拆，目前已经拆到第6层。县政府表示，接落来会清出一条路，或者脚踏车入来作业，也是希望讲伫咧2礼拜内就把这厝拆掉。拆的过程也发现一只，有可能是罹难者坑老师所饲的猫仔。除了这放送猫的声音甲声以外，也有坑男仔，希望会当家声入来。这是康老师的猫咪。拆这天龙星大楼已经第6天啊，查实早起发现有一只感觉是个鸟仔，伫行来行去，敢若是罹难者康老师的鸟仔妞妞。互经过强烈地震花莲带来什么好消息？不过妞妞需要搁行入去，现场除了暂停拆除的作业，也经由广播来放送鸟仔叫声，希望再吸引妞妞的注意。有警察早民众提供的铁笼啊，内底有藏鸟饲料，希望会顺利把鸟仔救出来。它出现在那地方，把那个诱捕笼移到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在上面现在有放2个诱捕笼在上面。那等一下看就是老板看他怎么样决定。那我们也有跟县政府来做联系，那看是不是先把猫这个部分先救下来。这天龙星拆除进度已经到第6站，不过烦恼讲建物后边的重量加重，就爱清出一条路，互另外一台机具来分2边来进行，维持原定目标2礼拜完成拆除的作业。待会在拆除的时候，后方跟前面的部分会配合来施工。拆卸的过程就碰到一些种种因素那像昨天这个救援这个猫的部分也是，预计我们还是希望厂商能够在2周之内拆完。菲律宾办事处人员早起也到现场注意关心拆除的情形，也若楼尾顶要5只鸡，关注拆除作业也尽量闪开，要热心民众叫外送买青菜，希望在空投来饲鸡。我说整个砖掉出来。大楼的住户今日厝内底现场是拢东倒西歪，这几天转来搬物件。位于花莲中和街一个社区大楼，拄到强烈地震，大牛拢断去，壁壁甲真严重，铁基拢现出来。敢毋是去翕到地震当时，规栋大楼一直切一直害，住户要走出来，差点仔就互泰路甲石头攻着。地震了后，社区被打到红单几楼，住户转手撤离。已经也贴红单了，是完全没有办法住在里面。那这几天就陆陆续续会来拿东西。对啊，把重要的东西能变卖现金的都先变卖现金，因为现在是真的是很急需要的就是现金。先鉴定，看到底是要拆还是重建还是补强。未来心数继续大，也等待县府评估大楼补强的可行性。另外，北滨街一栋红单的几楼，找到动工拆除，无到1天就暂停，烦恼经袂调，规个拢落来。县府决定先强化安全的做法，才复工。记者综合报道。中央上届新的统计，针对这届地震的募款金额要到5亿。不过，花莲灾情严重，包含秀林乡的文南村这居民大的所在，这山架是规个放弃，甚至有徛假地基楼起啊。当地做救灾业者初步估计是了10亿。经济部下晡召业者来座谈，强调这救灾清运的运用，华东基金协助，也比较控制控制的地震模式来给补贴。天佑地震救灾是海甲拢倒去，敢是记个画面看几摆，业者的心就痛几摆。因为大地震救灾加工品，即马变做龟头壳的脆片。花莲各地救灾场灾情拢真大，损失上惨重的有8成这么多。预估损失大概4、5千万这样子，那总共有600多吊的石头损伤。对当地生产上济的代理酒，到国外引进的原材料，无一个是免会过地震。花莲3大救灾加工区拢业者受到影响，整体产业的损失初估是超过10亿。毋若是延前出货，清理复原阁要开2个月的时间。清理的费用，我们大概就比较02、06的模式，但是因为薪资上涨，还有原物料上涨，所以我们这一部分也会做适当的调整。
面对产业的灾情，经济部车执实找业者来座谈，先头讲请问这破损的石材会当用花东基金来协助。虽然讲比较2018年的0206大地震模式，但是补贴的金额会更较悬。相关纾困方案今嘛等中央来公布。另外嘛，希望政府来斗相共的，还有花莲秀林的文丹村。镂空的哈。这厝的下骹是无物件来记载，一寡地基拢无去啊。空中的角度对下骹看，规大面积崩山。正我木瓜溪文兰村厝是起伫山脚边，7.2级的地震了后，10几户的徛个变甲真危险。大地震毋但甲厝是震甲密密麻麻嘛，造成真侪人死亡。高雄办丧司心内是真悲痛，死者是即摆地震伫苏花公路过往的姓吴的连接车的司机，规家伙仔拢靠伊咧趁钱，但是伊互摔落来的石头牵着死亡，厝内生活嘛出很困难。他都会打电话跟妈妈报平安啊，有时候我妈也会打电话问他人在哪里，工作开车小心，因为他知道他开大车啊，他发生这种事，我们觉得应该不可能。看到照片就。大地震互花莲受重创，不管是大还是经济拢出问题。一直到初9上尾，中央统计善款是已经募到要5亿，即马脚步嘛要催较紧的，紧来投入灾后的重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花莲大地震造成全台湾515间学校受到损害，伫花莲的东华大学上严重，学校估计征收的费用要到20亿。也若高中职以下学校这修复经费，教育部当咧做最后的统计，上无也要6亿。强烈地震造成实验室化学品拢落来，倒毁了后，沿着这光线炭烧规栋。东华大学理工学院一贯大火，超过20点钟才完全来拍摄。校方上新的估算，结果本身重建要5亿，设备补助要49000万，加上塔楼甲这宿舍再损10亿，所需要经费挖20亿。可能你损失也是近期的一些资料啊。应该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没有设备继续它的研究。我们有1700床受损，宿舍300间是要大概3到4个月才有办法恢复啊。受到损害宿舍学员进前，学生也无法度登去住。东华用线上教学来应用，你若是定期修复，虽然有校部基金，到即阵为止，各界捐予学校的款项有2000多万，依然也是真无够。国立大学啊，也只能这样啊，靠老板啊，靠中华民国政府啊。第二个就是要靠社会捐款啊。教育部处长林明儒初10伫立法院教文会顺答时讲，教育部会伫东华刊载了后，做更加精准的评估。由即摆强烈地震造成全台515校财损，立委问教育部是毋是有专案的补助？全台这一波04、03的大地震，我们是会编列再跟行政院用专案的预算来申请专案计划，还是说会排挤到原本我们今年的一个本预算？行政院它公共工程会，它会直接受理各地方政府提报的各县市的学校所受的灾损的这一个补助的经费。立委欧明凯讲，会以办公室发公文予教育部，要求专案补助学校，避免原有误算防指标。也即阵只有花莲县西部国小老师甲学生先选到富士国小去上课。经纬路中高38班这礼拜改用线上教学，学校讲因为结果技术评估上课的离学楼无问题。下礼拜15拜开始登去学校上课。记者综合报道。大地震了后，国土测绘中心比较地震前、地震后，发现讲这地震中心点附近的花莲土地就量悬45.1公分，也若这沙位是超过8公分，包含着南澳、丰滨、高雄和埔里4个地区，拢有真严重的影响。太恐怖了！初3花莲地震了后，就一直有地震尾。台湾东部山区的土石不时会放落来，好住伫山区的民众也是感觉心惊惊。不过，国土测绘中心伫地震了后，用画册测量，分析地震前后的45点钟，发现台湾有沙位的现象，北部沙1公分至4公分，西部沙1公分至6公分，也南部是1公分至2公分。这一次来讲，没有重叠这种现象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影响不大。但是真正的最大的变动，我们认为是在海底，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到。国土测绘中心表示，沙位沙上济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差22.2公分，关渡野关35.6公分，靠近地震中心附近的花莲新城站大沙8.6公分，关渡野关26公分，花莲丰滨站沙4公分，野关2.2公分，花莲站大沙超过8公分，关渡野关45.1公分。这个沙位较明显的所在，包括南澳、丰滨、
高峰、甲玻璃死的所在。不过地表刷位，敢会引起其他地动或者是地动尾？像这样的地震的发生，它对在中部就是花莲地区，它可能是会有一些地区，它可能会有应力的稍微增加，或者是就会用余震的方式来做调整。土木技术甲建筑专家指出，这个地表刷位袂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敢若影响土木方面，亲像方位、寸桥等等数据走起都爱定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机关甲一位查甫国小老师的行为压出来，讲这20年来涉嫌性侵40个查甫囡仔，一直到去年呢，这个老师互收押代志才见光。另外，也国中的查甫体育组长4年来涉嫌甲体育班的查甫学生点刑砍，依法启动调查了后，2届拢认定性骚扰无成立。即马市政府是表示讲，针对这2件代志，拢会全面侦查，也会甲受害者心理辅导。有无写名的家长定情，高雄某国小男老师涉嫌长期性侵学生，被害人有40人，时间有20年遮久。何民意代表林袂调伫议会大声来接询。20年来，没有人知道，教育局不知道，校方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办法让这个恶魔藏在学校20年都没有人发现他？民意代表我都接受这种老师藏伫学校20年，欺负其实完全拢唔知影。教育局会持续的督导学校宣导性平教育，以提升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的性别意识和敏感度。根据了解，这老师专门对儿童之家的男学生来下手，一直到去年互收押。相关单位才知影，市府强调，去年3月知道这情报了后，就组成调查小组，也请老师入班来辅导，配合心理的咨询，保护被害人，也正全面清查，是毋是有其他人受害。林本基金会讲，这个案件无记录定情，不过也发现高雄某国中女性的体育组长4年来对10几个体育班的男学生，第一的林报这不当行为，通报了发现2摆调查报告拢认定性骚扰无成立。随意的粗暴学生这个不舒服的动作都不算构成，这样子的话，那什么叫构成？家长第3摆申号将有重新来调查，不过也这期学校顶处是真实。在捏体育班男孩子的乳头，好，然后那么多的孩子受害，学校竟然还可以认定这不是性骚扰，不用惩处。我觉得真的是荒谬到极点。我们必须所有的完备之后，那指导单位、我们的上级监督单位督导发现都没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给双方。市府回应重新调查的结果，体育组长性骚扰成立，会依法来定处，也强调未宽容这个收容老师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使用台语的人口要到120万人，是全国唯一使用台语有上百万人的这个城市。目前市政府也正在规划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按算针对着社会或者是艺文等部分领域课程，老师爱用台语来教学，上紧明年就会挂牌咯。大家搞早，我来啊！入去教室，老师问好了后，开始教台语，配合国家语言发展法，高雄市的各中小学拢有台语课。行政院2020年人口甲主体普查发现讲，高雄主要讲台语的人比例有4:3，算算的高雄主要讲台语的人口数要120万人，是全国唯一一个超过100万的城市。嘛有市府规划设立全台湾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他的这些课程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我是社会课的老师，社会课的内容的时候，我大概一半要用台语。教育局表示，之前有探问过几啊间学校，拢去用拒绝。不过目前伫高雄北部有一间细间的国校啊，有意愿参与。不过家长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咱台语是咱的母语啊，嘛是拢讲台语的啊。所以你也鼓励因去。哎。家人是会讲台语啦，这样子啊，我希望也是多接触一些语言，现在小时候会比较好。我觉得是比较不适合，因为毕竟就是之前都是以国语来教课这样子。教育局表示，初步的规划，艺文或者是社会等等领域的课程，会用台语来教。规节课内底至少一半爱讲台语。以在地因的生活来甲因做结合，安尼会更加较好啦。用出版社的这个教科书来讲，对囡仔无啥物吸引力。专家建议，实验小学的教材会当以日常生活来做题材，互囡仔就亲像伫生活当中，甲厝内人咧对话。用自然的方式来学习，不过教育局嘛烦恼讲，要是有的家长是反对的。当日拍拼甲学校，还有家长沟通，一切若是顺利，今年8月份会试办，按算明年会正式运作。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要成立全台湾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这个消息一出来，引起真侪母语家庭的讨论。高雄市教育局会选落地这间国小，是因为这学区的居民甲囡仔主要拢是讲台语的，所以这家长大多数也拢真支持学校转型做台语小学。即马就要等这学校的校务会议通过，才会正式对外公布。下晡时啊，侪学生囡仔咧拍球运动，这间伫落地嘅学校，就是教育局初步选定要伫遮成立全台第一个台语实验的小学，住伫附近家长大多数拢表达支持。袂歹啦，这做嘅推动，互囡仔加学习咧，台语会晓讲台语安尼。像阮有时拢用台语甲囡仔耍一寡好耍的游戏啊。这间学校目前学生拢总有60外位，社区居民表示讲，这个囡仔拢是甲阿公阿嬷住做伙，自然会晓讲台语。即马成立台语实验小学的消息传出来，已经有母语家庭的家长准备要甲囡仔送来遮读册。甚至讲嘛有北部的台语家庭，你讲啊，做欣赏咱高雄人，就是恁高雄人总算会当有台语家庭嘛，讲到底伫倒位，紧甲我讲，我明年也是啥物时阵，就是拍算要全家伙就是。规家伙就是迁来高雄。未来台语实验小学所有课程拢用台语来上课，就有家长的烦恼，譬如讲数学、自然课用台语敢会教袂好势。台语老师认为讲，若是拄到专有的名词，会当用华语来解说，主要爱营造全台语的环境，互学生开喙讲台语。课程内底会当讲台语，其实嘛是有专有名词的部分，咱会当用华语来讲。安尼其实无大会影响到学生去学习遮专业科目的这种专业知识。教育局表示，本土教育委员会找真侪间的学校评估，才选定落地的这间学校。不过也是要等到学校校务会议通过，才对外来公布。按说明年高雄台语实验的学校就会当正式开课。记者张友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芝加哥顶个月发生一件穿便衫的一个警察呢，煞要砸一台轿车来发生冲突，1分钟内开96枪，造成这非洲的驾驶死亡。执法伤过超过争议，搁再引起议论啊 ！Open the door now! Open the door now! Open the door now! Shots fired! Shots fired! 防南检的白色旅行车驾驶李德，伫互警方围起来，叫伊开门了后，伊技术性开枪，造成一个警察手骨受伤。现场4个警察嘛随开枪，全力反击。根据警察问责办公室查到公布的初步报告，含警方随身记录器的影片，警方伫41秒内是连续开96枪。李德伫落车了后，都着枪扑倒伫涂骹无搁震动，但是枪声拢无停止。医生病院了后宣告死亡，身是身躯真侪所在拢着枪。警方后壁伫李德车内头前的威胁找到枪支。死者李德是非裔查甫人，今年26岁。伊3月2日因为赛车无绑安全带防难检，难检伊的机动部队警察穿的毋是制服，内面敢若几个人有穿写警察这字的夹仔，因的车嘛无标示是警车。李德的家属质疑讲，警方无清楚表明身份，态度真歹，阁一直扭伊的车门，互李德去惊到，才会造成悲剧。另外，警察连续开要100枪去制服一个人，敢毋执法过当，含警方当期互指控的种族偏见的争议，共款拢是话题。警察问责办公室的初步报告并无结论，目前这案相关的警察拢互停职30天来接受调查。即刻科市长强生强调讲会查清真相，但绝对会严格审视警方枪击的行为。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意大利发生公安意外爆炸案，北部山区瓦近普隆纳的水力发电厂，伫咧水底30公尺的基板发生爆炸，除了导火烧，也造成一部分的基板淹水。目前尚无有4个人死亡，也有几个人受伤。为救援单位伫升起空袭的画面，会当看到因为水力发电厂基板的通风设备一直问出来。代志发生的时间是当地初到拜日下晡3点。也就是台湾时间初到暗时9点左右，地点是伫咧苏维阿纳湖水力发电厂的雷亚机房。一般的水力发电厂是配合水坝的建设，由水底的管线甲水引导落来下骹，利用水流的冲力带动雷亚来发电。苏维阿纳湖的水力发电雷亚机房，就伫即栋建筑物的地下8楼，伫咧水底30公尺。
所以爆炸了后，除了产生大火，嘛造成水底机房有水引起。 C'è stata questa esplosione che ha coinvolto una turbina, l'esplosione oltre a creare un incendio ha anche provocato la rottura di un tubo che ha provocato uno sversamento d'acqua e quindi un allagamento del piano a -9.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这个意外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另外几个受伤的人内底，有2个人因为伤势真严重，已经入加护病房。就算爆炸发生的原因也会调查。 不过，意大利工安的问题真严重，早就是工会组织批评政府的问题。意大利工会组织已经决定，要在当地时间10月发动4点钟的罢工，抗议劳工工课场安全的问题。另外，波隆纳地检署头桥检察官艾玛托马表示，会赶紧发动调查，来追究法律的责任。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 你要上任的总统赖清德今日公布一批的内阁名单，行政院长是前民进党主席杜英泰，副院长是前文化部长陈丽君。赖清德表示，未来新团队是一个 AI 行动内阁，会先解决掉也有共识的议题。杜英泰表示，新团队未来会用诚意沟通，人民优先。 520新内阁，前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由前民进党主席杜英泰担任新任的行政院长，并听取民意，回应民众的期待。秉持行动和创新的精神，能够形成行动创新 AI 内阁，听取民意，解决民梦，回应人民的期待。 杜英泰伊的副院长资料真丰富，在大选期间担任赖团队的总督导，也捌伫咧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时阵做秘书长，正得到伊的信任。因那副行政院长是陈丽君，伊捌做过文化部长，大选期间是各政各部团的召集人，对政治环境正熟。秘书长是由财经专业国发会主委方明兴接任，前台中市议员陈世凯将会担任发言人。 我们会坚持继续的打击黑金枪赌诈这5项，诚意沟通，人民优先，这个理念跟做法，就是未来新团队最中心的思想。卓院长说你参与政策的规划。 如果能够一起来落实我想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他也打动我爱好自由的这个个性啊。我还有3个孩子在台中，当然这是我比较辛苦的部分，所以有跟太太讨论了一下。那卓院长也非常的体谅啦哈。在国部会首长也传出，国防部长将会由国安会国立强接，内政部长是前立委劳世芳出任，交通部长由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转任。 海委会主委关闭领导任，但是相关人士是也未公布。杜英泰表示已经启动定顺作业，因那卫福部长加社会部长是不是留任也引起大家注意。我不知道，我现在一无所知。我的去留，那之前已经讲过了，是由长官决定。那目前还没有收到长官的决定哦。赖清德也期盼所有新的内阁要优先解决对国家有好处，而且条件有共识的议题。 若是无好处又有意见分歧的议题，应该先放下；对也未得到共识的重大议题，应该建立平台，听顺民众的意见，追求社会上大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去访问中国，今下晡4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2个人是让9年后再见面，引起国际关注。马英九致辞的时阵有讲到坚持9二共识，反对台独的立场。 不过，咱的陆委会发出声明，强调这届马英九去见习近平，无公开传达台湾人民捍卫主权、加民主自由体制坚持，违反台湾社会期待，使人遗憾。马英九和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2个人握手16秒，佮一摆变作历史画面。会谈开始，习近平先讲话，佮一摆讲到两岸的同胞拢是中华民族，拢是中国人，嘛对马英九坚持9二共识，予伊正悬的评价。这个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
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面对两岸局势愈紧张，马英九嘛向习近平表达讲，两岸应该理性用智慧来解决争端，维护两岸的和平。两岸的中国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和平处理两岸争端，避免走向争端。中华民国、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100年屈辱，最近30年，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当面甲习近平讲出中华民国，马英九嘛讲到9·2共识、一中国表，反对台独的立场。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目标，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好双赢，共同追求和平发展。这场会面是安排伫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开放消防致辞了后，随着关门会谈。伫公开的谈话内面，习近平叫马英九先生，马英九叫习近平总书记。因为马英九是习近平开始国家主席第3任期以来第一个正式会见的台湾政坛的代表人物。因为准总统赖清德特别伫5月20日来就职，加上美日峰会是同一天来举行，台美日中的关系是真敏感。陆委会对第2摆的马习会，真正要表达希望马英九嘛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伫咧7月开始连续几日天，伫屏东东南区进行新疆雷霆灯操演。就算说天气无讲介好，操演也是继续进行，吸引真侪军事迷到现场。在记这新疆操演也射几日猎刺舰防空飞弹，展现国军基战野战防空实力。国防部也发现讲，这中国军机继续伫咧扰乱台湾，上近离台湾的台中只有54海里尔，也那空飘气球是离家人西北方62海里尔。飞弹向空中射击，现场真侪人咧翕，记录精彩画面。国军7月开始连续几日天，伫屏东东南区做新疆甲雷霆等等的操演，是请真侪军事迷去现场。这个操演会验证各种精准弹药射击效果。新疆操演伫7早起8点45左右，成功射击刺舰防空飞弹，现场是真壮观。这么久才掉下去，哇，这射程好远哦！就算现场天气无真好，侪国军也是伫海沙堡啊持续操演。国军表示，7早射击的飞弹拢是刺舰防空飞弹。有军事专家表示，刺舰防空飞弹对陆军基战野战防空来讲是非常重要。比如说陆军这个战斗区呢，他们可能是用复仇者飞弹发射车。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复仇者飞弹提供野战防空能力的话呢，就必须由单兵携带式的这种所谓刺针防空飞弹去做一个掩护。新政府5月20日上任，国军实弹操演，恐惊会牵连两方紧张的局势。陈国明认为讲，刺舰飞弹是属于防御自卫性的武器，射程无超过5公里，唔免伤过烦恼。但都是解放军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查到佫侦查到10架中国军机，甲7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其中有2架中国军机行过海峡中线，上近敢若离台中敢若54海里。另外，中国空飘气球佫一届出现，我家人西北边62海里，国军持续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今年以来通报食物中毒已经有446件，2500人，比去年同期是有较悬。卫福部长许瑞元早起表示，未来若是有人死亡或者是送到家护病房的食物中毒案件，中央就会介入调查，或者是下令停业。另外，针对高风险产品，也会甲这个邦克列升列入去上几个稽查。礼拜升伫前台，前甲恰恰，再放入去烘炉甲烘好食，一做好食个酒肆的政府猪排就好啊。另外一区放饲食食材，师傅是无用咧切肉零钱。业者讲，灶卡是处理食材的所在，为了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卫生，餐厅的内外场逐工拢会做清洁消毒的工课。每一个餐期过后都用漂白水去做一些台面的清洁跟擦拭。那到晚上关店的时候，会再做全场的整理。因为最近一直出现食安的案件，包括台北市宝林地市的邦克列酸中毒案、王品旗下的粗瓦向热等等餐厅，连锁餐厅北方分集毛民众去食饭食了，是出现落肚的镜头看医生。疾管署检验了，发现讲王品2间餐厅食物中毒的凶手就是诺罗病毒。
病毒它传播能力非常快，很容易造成情绪的食物中毒。那大部分容易被诺如病毒污染食物，包括即食品、生菜沙拉，还有海鲜类。有伫批评讲，中央和地方的食安法规是无共调，中央甚至规定讲食物中毒爱到50个人。这介入调查是要求停业、标准收零。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比方说有死亡、有进 ICU 的，那就不管几人，就停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今年以来加起来通报食物中毒的案件有446件，2500个人，和去年同期比确实是偏悬。试事员强调，未来重大食安事件停业的条件做调整，另外针对高风险的产品，会甲帮客列算纳入做上规的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地震了后，各地头拢传出就建筑物损害情形。那准讲要来途经，敢有遐艰难呢？以台北市建管处的统计资料来看，台北市核准920件违挪案，其中有96件注解失其效力。这失效的案件大部分是面积无到150平的小型基地开发案，以中山区上界侪有17件。车山花莲的地震，互各界各一个关注旧厝危楼重建的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日来表态，台北爱进入大都更的时代。不过有不动产顾问公司发现讲，台北开始出现小型基地围绕建筑起建的情形。有影较问遐，卫生遮厝哦，拢54、50年啊，哦，讲要拄根嘛无拄根啊。查地主来讲话讲袂成，话因仔转落嘛是佫无。部分台北市民感受是真深。就算想要甲旧厝都更，煞毋知爱等到伫当时。亲像台北市信义区这栋4层楼高的公寓，已经超过40年，都捌申请过危老建筑的都更，不过落尾算是无法度都更成功。根据台北市建管处的统计，台北市累计核准920件危老建筑案，其中有96件注明写失其效力，中山区有17件，中正区15件，台东区9件，文山区嘛9件。在台北市失其效力的案件内底，大部分是以小型基地开发案为主。基地小，那有时候施工不易，那有时候它的单位成本增加的会比可能这种从化区500-600平的这种开发案来的更幅度更大，变成很多的围绕案跟本来的条件没有办法做下去。据了解，台北市的厝平均要到40年，30年以上的比例超过70%，真侪失其效力的案件，毋但无到150平。还有联动的大楼、甲巷仔较下等等的共同点，除了造成施工的困难，万不离一个无设置，也会造成零损，甚至地处施工大动点的情形。进行围绕重建的时候，契约内就要定清楚说各自负担的成本负担的比例是多少，对方违约的时候大概的违约的处罚原则是什么，这样子对地主会比较有保障。专家表示，若是无到100平的小型基地开发案，估是营造的成本一平至少都要30万以上，成本是真悬。呼吁民众若有厝想要做危老建筑的都更案，契约内容上好爱写5年内完工交厝，才袂面临营造成本变贵等等的因素，致使都更案起建，甚至民众无厝通住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后壁的正中庙要到60年啊！这庙体因为无完整的地基结构，所出现这土面必顺过的漏水情形。管委会考虑到安全性，拍算要重新起庙，却引起地方有无共款的意见。调频仲惊讲会破坏到这个文物，文主处回应讲，最近会派人来鉴定。爬起的厝顶会当看到，无论是庙红啊，也是整粒，大家规世界边啊，甚至大家像粗胚同款。有57档历史的后壁正中庙，庙方指出，因早期起的庙并无完整的地基结构，佮加上长期来风吹日晒，即阵佮定地动，造成庙内土面有壁损佮涉水的状况。庙方建议重建计划，煞引起讨论，有人赞成支持，有人喊声爱考虑文物保存。落雨天哦，内底拢漏切切啊，所以一定爱起新的。人家若咧漏，内底厝咧漏，住咧就不舒服啦。更何况新城因嘛是住咧不舒服啊。厝顶拢有地动，嘛是摇摇摆摆，拢有震动过啊，拢会漏啊。内底个空间个下，要重建就是讲去较宽，啊要去较退后。若庙体出现问题，对外口来看，要入庙就爱先过车路。庙方讲，若进香团来，路拢会塌掉咧，甚至嘛定发生交通事故。管委会考虑整体安全性问题，已经发文请技术工会甲分驻处要来做鉴定，尾手因会阁针对
对中建也是整修做讨论。中建中修拢是爱听老夫元帅的意思，毋是咱人咧做意思，毋是咱想要甲拆要甲起哦。啊，至于文物这保存这是咱一定会咱做甲上好的，所做的拢照步照咱的定数。会依照文资法的规定，组成小组去做是否列册追踪的一个审查，那决定它是不是有文化资产的一个价值。那会把这样的一个意见填给庙方来做后续维护的参考。其实规间正中庙也那亲像一间博物馆，内底有真侪珍贵文物，侪人关心，若真正中建，则要安怎处理？庙方回应，爱鉴定了后，才会做后续的拍摄。不过因保证一定会把文物保存好势。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市环保局号召志工要免费替民众用修理代替买新的，包含补这破去的衫裤、家电用品、家具，甚至是铁马，拢会当透过专业的志工免费替民众修理。因就是希望这资源循环再利用，呼吁大家爱珍惜。透过有路的手工，民众厝内原地已经特别歹去的家具，即马可以当继续使用。另外一边，还有家电志工，当咧帮民众修理电器用品，唔但技术好，而且修理拢免钱。希望可以让民众就是珍惜一些就是物品，但是我们这个零件是要自己去准备的。新竹市环保局在将军村成立修复干妈店，透过志工的参与，免费帮民众修理厝内，无论是家具、电器用品，也是补破去的衫裤。甚至连铁马嘛拢会来修理。我们建议就是，如果它断裂的话，东西不要丢，就保留下来。然后或者是做起来有摇晃的话，也可以拿过来整理。那衣服的话，建议就是扣子或者拉链坏掉的话，都可以去做整理。尽量能够以维修来代替购买哦，尽量减少购买新品啊，来使用我们已经在使用的一个物品啊。新竹市环保局表示，未来民众有需要，会使提早去注文。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假日，拢会当提去现场免费修理。环保局希望透过修复干妈店来推广循环再利用，这会学习小宝的重要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高雄大树的菊花包奶汁产量是全国第一。今年虽然有6-7成开花，不过对3月底开始，连咪寒连咪热，这奶汁拢落了啊，只剩2-3成，损失是真严重。早起农粮署农业局也去到现场会勘，看敢会当提供补助无。来到大树奶汁园，规片树丛拢无结果子，农民是哪讲哪心酸。原底今年奶汁丛开花够6成，想袂到为3月底开始，气候无稳定，透早下暗的温度争差超过10度，佮加上透南风，奶汁调果率剩2-3成。农民怨叹，今年奶汁的产量是上歹一年，心血拢乌有去啊。今年的气温特别高，落差温差落差也很大啊，所以个幼果期就没有办法承受。以前是补助1万啦，上个我偌济上个是会当去提高啦，若要算阮的成本是爱投2万啦。高雄大树区种的玉荷包产量甲种植面积是全国第一。农会总干事表示讲，今年中南部奶汁拢落了啊，剩大树区阁有条果。初10透早，农业局邀集农粮署等相关单位到农地会勘。农民表示，伫奶汁生长的过程阁有闭气的状况，产量会阁减少。5万1分地上无爱补助2万，才有够成本。如果若确实真正有达到迄个栽损的这个标准当然。咱经过专家即讨论了后阵，那么会当来甲农民做一个栽损的即补助。今年奶汁调果率较歹，产期嘛延后1礼拜。按算今年奶汁价小会起到1斤可能要8-90块。初10的会勘状况，农业局会甲结果交予农业部，由中央来公告，看敢有符合天然灾害补助的标准，核定补助的金额是偌济。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北的大稻埕，互人叫做是戏曲，但是拢会举办戏春大稻埕的活动，结合老厝古迹、搬戏导览，甲规个大稻埕变做是一个大型的博物馆。今年第8届戏春大稻埕，结合着戏剧人物 VTuber 传播传统艺术的水，希望青少年辈来认捌大稻埕，认捌传统戏曲。是国前2年的大水哟。
带过轻念歌，阁有人布袋戏，用传统戏曲讲聊天顶的故事，为大稻埕街区的戏村大稻埕活动宣传。戏村大稻埕今年是第8届，伊阁将大稻埕街区的老厝古迹做场地，播传统戏、唱传统歌，让大众知影大稻埕以前互人号做戏曲的迄段历史。为什么叫做戏曲呢？因为咱大稻埕庙足济嘛，所以呢，开始就是有人要感谢神明嘛，对不？请神来行愿呐，所以就有足济这个布袋戏馆呐，还是讲歌戏的啊，这个团呐，拢是为遮开始的。这是台湾 VTuber 工作室参台北下海城隍庙合作推广的影片。戏剧人物直播 VTuber 伫少年人之间真受欢迎。今年戏村大稻埕也参台湾 VTuber 工作室合作，用线顶 VTuber 直播小解大稻埕，希望向少年人实际到大稻埕行搭。其实我们很爱去结合在地的创生，以及在地的就是振兴。那我们陆续也去跟了像是金门、屏东的当地的观光来去做结合。那我们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会去结合就是在地的导览，带着观众透过直播的方式，相关的展演的呈现。传统戏剧较无受少年辈的关注，老街区的历史也需要继续传传。大稻埕在地文化团体想办法把传统元素结合少年人等咧关注的新兴话题，就是希望台湾在地文化会当一代传一代。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为了要推动两性平权，在去3党的立委开记者会表示，目前因已经有共识，会分别来提案，要求财政部修法。和女性贵属用品会当免扣营业税，不过财政部认为，若是用其他方式来补贴减轻女性的负担，效果应该会比这免扣税更较好。女性因为先天生理构造无同，每个月拢会有生理期，对了造成身体不舒适，也爱比男性加支出一笔生理用品的钱。这次跨党派立委甲民间团体共同开记者会，继续推动月经平权的运动。一位女性啊，那个平均1年就要花费这3000多块钱用于这整个生理用品上，你把它算到终其一生啊，那算起来不小的花费啊。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女性一世人平均爱开新台票10万来买生理用品，其实对真侪人来讲是未少的负担。黄珊珊认为，台湾女性薪水只是男性的84%，每个月也有生理用品的财务负担。即马全世界拢未少国家针对生理用品免税减税。第3党拢有共识之下，已经订定女性生理用品免扣营业税，希望台湾爱赶紧对着国际脚步。它不是女性可以选择，而是它是先天被迫，而她必须承受的这项的东西。我们的营业税是属于内含在售价里面，如果我们免征了这个营业税，那它没有是不是能够如实反映在这个用品的一个售价上？如果没有实质反映的话，那实质上是等于政府的税收去补贴厂商。曾翠云表示，减轻女性朋友在这方面的负担，其实有真侪方式。比如讲，用对外券或者是免费提供这其他的一寡补贴方式，可能更较有效。会进一步探讨研究，提出一套较好的可行性的方式，让各界应接受。记者综合报道。giảm党人协会参实践大学团团系合作，推出以giảm党证做主题绘本，用咸做主角，描写以治疗giảm党症和照顾者人类的互动，希望家长和囡仔做伙读绘本的时阵，会当对giảm党症有愈来愈侪认识，也了解到生命的价值。大只熊的脚结冰啊，内底阁有几若只狗遐软来软去，大只熊足癢的。不过因为渐冻症，伊说啥物拢袂当做。这是渐冻人协会参实践大学媒团系合作推出的绘本《送互我的熊》。故事中的熊也是真实生活当中渐冻人朋友的处境。作者表示，渐冻人发病末期，敢若剩目睭会当震动，所以方面点悬大只熊的目睭内几若粒星就有特殊的意涵。在渐冻人3期的时候，家属跟病友只能靠眼睛来互动，所有的世界就集中在眼睛里面。
渐冻人协会表示，爱向囡仔解说这款目前阁无药医的病症，并无简单。不过绘本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家长带囡仔做伙读，用较轻松趣味的方式来理解。理事长嘛指出，因为渐冻症发病的年龄是50至60岁左右，那发病会失去厝内主要的经济来源，望政府提供资源来支持病友和因的家庭。绝大多数的病友是会在居家照顾，在居家照顾上面，相对的社会福利其实在这个部分补贴的很少。协会表示，国外会组成跨专科团队来照顾渐冻人，因也望讲国内嘛会当提供完善的治疗，让病情会一直恶化的渐冻人在生的时会当有较好的生活品质。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国内去年新登记的宠物数量已经超过23万只。为了要加强管理、保障动物福利，农业部也推出着这宠物的身份证，也把所有内容电子化，亲像宠物敢有严条绑起来，甚至是几岁注过什么款的疫苗，也有这买卖记录等等，一查就有啊。囡仔愈生愈少，但民众饲宠物的数量逐年在增加。目前国内宠物登记数量达到279万只，狗仔比猫仔多有148万只。为着要加强管理，农业部推动宠物身份证，和原本宠物纸本登记证电子化。有主人认为，将来带狗出门会更加方便。森林游乐区，它会查它的晶片，会查它的狂犬病登记，那这些资料在线上系统上全部都可以查到。拿那个线上系统出来给它看，它就很快，而且我不用再多带那一张纸，我也不用怕说我忘记带。过去宠物晶片的号码有15支，真歹记，纸本嘛较会歹记。电子化了后，主人会当伫线上查年岁、注疫苗记录，敢有绑起来，甚至买卖过程等资讯。动保团体嘛肯定新的制度，自己能够上去更改资料、登记资料等等，那大幅减少过去政府在管理的成本。那因为成本降低，所以管理就会变得更容易。农业部表示，身份证内底嘛建置晶片历程、宠物狗猫的资讯，检视宠物是不是为合法的店头来的监督来源。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些最上游的宠物的繁殖场能够列入我们的管理当中。透过这样的一个身份证，从源头开始去追溯。不过，目前国内应该办理登记的宠物，只有狗仔、猫仔还未列入养制。农业部表示，咧规划纳去管理。另外，农业部嘛承认一寡私底下贩售佮买卖宠物免纳入有难度，但会加强稽查。记者林俊平要做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湖金马马祖对15度到26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